为这张 3D 图来看，会当看到颅骨以及面部拢有骨折情形，一个下骹喙齿也被弄甲歪歪斜斜。基于病院气科部主治医师曹瑞斌表示，像这类严重案例，在进行植牙治疗进前，要经过一连串精神评估甲分析后，才会当定定出上适合植牙计划。像这么严重的病人呢，其实他在做植牙治疗前呢，需要做一个非常谨慎的评估，包括说他的咬合形态、那骨头条件的多寡，那经过这些计算跟分析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帮他定一个比较适当、比较适合这个病人的植牙的治疗计划。那像这个严重的病人，他其实还需要做一些矫正的治疗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一旦把牙齿种进去，植牙种进去之后，接下来要再做矫正，其实难度就会变得比较高所以原则上我们会希望在做植牙治疗前，我们先帮病人的咬合重新变成一个比较合适的咬合，接下来再做植牙治疗。那像这个案例呢，他不仅做了矫正治疗，他还经历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垂直骨重建，那以及一些牙龈组织重建等等的这些手术，我们才顺利的帮这个病人从本来非常严重的骨脊以及牙龈的缺损，重建回来一个非常健康美观好看的一个门齿的重建。曹瑞斌医师指出，喙齿创伤了后，植牙重建真无简单。若是喙齿弄着断去，如果会当将喙齿找回来，并把牙黄金治疗期间，阁有机会会当保留家己喙齿，无需要后续植牙重建。若是不幸创伤后欠喙齿，想要用人工植牙重建，建议要选择专科医师，或者是有经验医师进行后续处理，以确保植牙后兼顾功能甲美观。电视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